網傳澳門 A3 鏈接橋冧橋，更有工人跌落海。開始之前，唔該去 YouTube 訂閱我嘅頻道，感謝。事件發生喺2025年5月2號，大概中午，網傳有冧橋事件發生。而家同你及時跟進下，大家一齊開心爆笑下。從圖片中有工友墮海，上面更有工友熱身放下救生圈。其實冧橋並唔可怕，可怕嘅係大家唔知，冇問責就肯定會有更多同樣事件發生。網友笑言：某報去該事發地點唔使5分鐘，亦唔敢同方丈有摩擦。5·1大家唔好打擾方丈大人。再嘈以後，連假方丈大人唔俾開工，飛返嚟都趕唔切。據資料顯示，該橋造價6.08億元，工期855個工作天，預計2027年3月竣工。A3 行車天橋喺澳門半島一側分成4條匝道，銜接友誼大橋、友誼大馬路等道路，並喺新城 A 區同澳門大橋嘅口岸連接線高架橋連通。項目全長大約750米，主線橋雙向雙線行車，匝道橋單向單線行車。項目亦都已經預留位置，日後建設水塘步行徑連接新城 A 區嘅行人天橋。開工無耐就發生事故，邊個都唔想，唔少街坊都好難做，好難忍住唔笑咯。多謝你，5·1年假都有笑料提供。呢集講到呢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